办演唱会，没想到回国唱的第一场，居然是在台中，也蛮酷的啦，都没有休息，昨天还在调时差呢。你们现在精力很旺盛，可是我很想睡觉。然后，我想到这个活动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结果今天来还蛮多人，还蛮讶异的。然后我们开始找不到地方，还超过去。然后看到这边很像很多人，然后原来这边更多人。外面的这边很多人，这边大概有6000人吧。对，你要不要进来看一下？越过大顺了，我希望我们很顺利的就可以争取这块地。觉得我们没有本事啊，就是跟原住民学一样，我们只有还我土地这件事情。不要这个盖停车场很丑啊，这个房子还蛮漂亮的，而且我觉得这边的芒果树真的是吓到我了，我以为是大榕树，你知道吗？它那么大棵，台东的榕树都比较小，因为台东的榕树每年都会被台风欺负，所以台东的榕树都很小，很容易就可以采得到。这边的很大棵，很羡慕，不要砍掉好了，我们留着，大家有见者有份，想办法去采。你们要听的吗？都可以啊，都可以吗？怎么会有人想要听美颂呢？好，我想要唱这首的，因为我觉得这边还蛮酷的，很想要那个可以拍 MV 的感觉。你们可以一起拍，然后交给一个人，然后帮我剪接，拍得很漂亮。然后也是我自己用阿美族语来创作的这首歌，叫做《鸳鸯》，听听看吧。bisa itu sangat cinta Yo marahi dai du kagoi miso de alu juga sabi kali ja tu damina Yo madaya damina liya sendu niaro Saka rumah
kamaro Maurai di kutingan Mara asa maana Sakarumaka ni kamaro